乖儿子，你的腿接错了，我来给你接接。没想到连城诀中对狄云最好的竟然是大反派血刀老祖，只因狄云穿了血刀门的僧衣，水生误以为他是血刀门之人，于是狠心将他的左腿踩断。狄云心想自己好歹也是男主，为什么这么倒霉？霎时间自暴自弃的念头顿时萌生，他慢慢爬向湖边，欲要投湖自尽。此时丁点的骨灰包掉了出来，狄云立时想到他的嘱托：丁大哥的后事未了，我不能死。丁大哥，我不会死的。狄云似乎从鬼门关走一遭，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他来到客栈，正大吃大喝，突然一人伸手往他肩头一拍：贾师傅，你干下的好事犯了，我们老爷请你去一趟。显然衙门之人将狄云当作奸杀了官家小姐的血刀门弟子。狄云以为是灵退司的人，若再被抓回去，必定小命不保。他左腿虽断，但武功却不失对付这几个官差，还是绰绰有余。只是简单对了几招，狄云就夺过对方的单刀。询问下才知，官差并不是灵退司派来的，他立时扭转局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什么采花贼，哪来的采花淫贼啊？此时灵剑双侠听到动静，立即赶来。但见汪萧峰马鞭一挥，狄云手中单刀立时脱手飞出。汪萧峰接住单刀，立即抛向狄云，却被其避开，刺向旁边一名官差。小淫贼，你奸杀了官家小姐，罪不容恕，看剑！说罢，汪萧峰长剑出鞘，欲要手刃狄云。此时突见一位身穿黄袍的老和尚飞身而来，他一掌击倒汪萧峰，此人正是血刀门掌门血刀老祖。接着一把拉起狄云，显然已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徒子徒孙。老淫贼，我跟你拼了！看到如此标致的美人，血刀老祖顿时色心大起，趁水生出手之际点住他腰间血刀，然后拉起狄云丢到他的马背上。徒儿快走！好，就表妹。行了一段路，血刀老祖准备小憩片刻，他一把将水生丢到地上，忍不住打量水生的身材样貌。妙，老祖我真是艳福不浅啊！血刀老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以为他会立即对水生干坏事，不曾想他却看了一眼天空，觉得天色已晚，决定练完功再慢慢享用一番。自律的老祖立即跃到悬崖旁，盘膝而坐，开始练功。练到晚上，狄云忍不住看了一眼，发现他练功的姿势非常眼熟，他立马拿出宝相的那本血刀经查看，竟跟书上一模一样。这时狄云才知血刀老祖也是个坏人，于是趁着老祖练功之际，慢慢爬到水生旁边，决定救走他。水生以为狄云也想对自己图谋不轨，露出了恐惧的面色，并在狄云救他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。果然，两人的动静惊动了血刀老祖，他一把将狄云拉开。龟儿子，你想先偷吃祖师爷的人参果吗？我没有啊！我就喜欢你这大胆贪花的少年。你断了腿，居然不怕疼，还想女人，很合我的脾胃。血刀老祖对狄云很是欣赏，狄云为了脱身，谎称自己是他大弟子宝相的徒弟，说着便拿出血刀经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血刀老祖看出宝相定是非常疼爱狄云，竟把衣服都送给了他。此时老祖不再怀疑狄云身份，他一把抓住狄云的左腿，只是片刻就帮他接好了断腿。